宜兰东山的中山村有种油瓦甲地米，不过变若热浪较无好，就无水通饮产。水利署打算伫咧当地起一个蓄水池，牵一条4公里长的水管，若起好势，就有152公顷的农产会当压水。地园的面积真大，不过泉水的管线清在因为水压无够，地处真侪地米的树丛，无都有充足的水源，互农作物的产量减少。宜兰东山的中山村主要的农作物有油啊、甲地米，不过每一年6月至9月雨水少，清在拄到灌溉水无够的问题。夏天的话，就是会有点缺水啦。事实上，你如果说有缺水的现象，就会造成说我们冬茶的采收的量会减少。家己的水井啊，水井拍来就烂，烂袂淡啊。农民讲，中山村原底咧压水的水路，因为旧啊受损断，拍水的所在抑佫规个拢土沙，而且设计嘛有问题。加上管线有经过袂少私人的土地，要修理无遐简单，而且修理的钱农民嘛真恶负担。社区广告表演庆祝扩大灌溉服务工程2日开工。农田水利署为了解决中山村灌溉水源无够的问题，规划伫咧当地新寮溪的边啊起大型的蓄水池，而且按差不多4公里长的管线，把溪水引入去中山村的农田。取水设施会做一个改善，再来整个管线4公里多我们会重新铺设，那也会做一个非常大的调蓄池总共有3200吨的一个蓄水池。专案工程的经费差不多是9900多万，工期差不多1年。农田水利署表示，安装完工了后，就会当稳定灌溉152公顷的农田，收回的农价有150户，希望会当彻底解决中山村雨水少的时期灌溉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